看呢这本来是重阳节要演奏的戏剧啦，重阳节啦，咱个重阳节拄啊好时间袂拄好有办啦演到遮呢，这个戏种我讲无要紧啦，我解说时间来让互因啦，因为戏种安排遮尔久也无会演奏看卖袂通安尼啦，所以讲什么？咱本身阮也是用重阳节啦，重阳节好，阮也办甲有声有色咧一寡志工拢专门煮出来奉食，安尼就对了奉食。舞台好，一个去演奏有够好就对啦演这个临时找家己装的人剩临时现编剧家己本身的现拢安尼落去做，才会留演啦。一个笑费就10万块啦，安尼啦一个查甫的呢，就装做妈妈啦，装甲安尼画甲，你实在讲古语人画出到一个文人人笑甲下叫啊，安尼就对啦规场安尼讲前观整人安尼我唔捌遐留演的，安尼就对。你看迄场偌精彩，重阳节为了纪念遮遮个长辈啦65岁以上啦个摸彩甲有春摸彩甲有春，来宾都会当去参加摸彩，安尼看奖品偌济，安尼就好啦，安尼啦所以讲这场呢是拄啊好，迄个重阳节要演的啦重阳节无拄啊甲演来到遮，我好时间晚了这条啦一定袂想领人太辛苦的啦所以讲互因演奏较无成就感啦即摆规站过来，互咱这戏剧来演出啦大家热烈的掌声来鼓励好。